基美病院空喙照护中心最近接到2位糖尿病的病人，因为空喙无做好清洁的照护，造成空喙哪来哪严重，甚至长喙去互鸟鼠咬顶。医师表示，糖尿病引起的骹部溃烂，造成原因包括有神经的病变、血管、甲感染等，造成皮肤的触觉较无敏感，循环嘛无好。糖尿病的病人其实伤口特别难好，其实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是糖尿病会影响病人的神经，所以病人比如说在脚上伤口，他如果因为受压或者因为受伤，其实病人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持续恶化的话，病人都不晓得，才会造成伤口会很难照顾。那其次是也会影响病人的血管，所以如果病人的下肢的血管不好的话，那伤口就会很难愈合。那没有那个营养供应的话，伤口本身就长不起来，那因此这些伤口就会变得非常的难愈合。基美病院空喙照护中心因应慢性甲困难空喙的照护，依照2019年国际提出的空喙卫生概念，在2020年提出空喙卫生的4个步骤，对清洁、清创、冲洗、到敷料的覆盖，并且同步发表在国际的期刊，强调空喙的清洁甲抗菌的重要性。针对糖尿病病毒已经产生伤口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一再的强调，就是说，你一旦发现有伤口，一定就是先就医，那可以到整形外科的或者有伤口的照护的门诊，来寻求一个伤口的一个评估。那以这2个病人来讲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伤口没有紧急的就医处理。再来第2个就是他们没有紧急就医处理的情况之下，在居家里面也没有好好的做一个照顾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在于伤口的卫生的这个部分，那我们会着重在一个伤口的一个清洁的一个照护。那你清洁没有做好的话，就会像我们今天这2个案例，它的伤口就是会持续的一个溃烂以及恶化。基美病院空喙照护中心自成立以来，协助病人修复糖尿病足的空喙，透过跨专业领域团队来提升照护的品质。6年来，总共协助过数百名糖尿病足的空喙照护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